带去读唐诗。送幽灵，作者李白。青山行北国，碧水绕东行。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。浮云游丝意，落日故人情。挥手处处去，萧萧斑马鸣。简介：相信你看过足多送别诗，但是呢，从来捌看过李白手渐渐高远深邃的诗句。伊用山、用水、用写、用影来表达内心深处依依不舍的情感。送别的地点虽然伫当下，也毋过呢，伊的视线、伊目睭，大声看对北边的城楼外。伫这种的氛围，才会灌注伊丰富的灵感。伫诗作内面呢，设置青山碧水漂浮白云落日的晴空，形成海阔天空的诗境。孤蓬就是蓬松松的草，比如朋友飘飘的生涯，伫这个所在的分手，就好像蓬松的草呢，也随风飞舞。什么时阵才会当再相逢呢？这蓬比千万声的珍重更加感人至情。第三联，浮云游子意，落日故人情，成为传颂千古的名言。也毋过呢，上绝妙的呢，也毋是第一句话。是伫伊的尾联，伊歹讲朋友分别的毋甘，竟然翻照两匹淡薄灵性的斑马，好像知影讲马上就要来分开咯，所以不约而同，两手悲鸣，连情绪都这样的毋甘咯，何况讲万不知灵的人呢？都因为巧妙的运用，赞赞的精进，才当水到渠成，神来一笔，不到离人泪，绝说斑马鸣。真执力行，亦或者恰得乐观，毫无灰色哀伤，只留下感人唏嘘的情谊，充分展现诗仙豪迈浪漫狂放不羁的天性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